租置屋邨買唔買自己嗰層樓？近年越嚟越多住戶已經有答案，唔買。最新調查顯示，願意買返自住單位嘅租置戶比例持續下跌，只有大約1成幾住戶表示有興趣，遠低於計劃推出初期嘅期望。對好多人嚟講，所謂上車已經唔再等於安全感，反而可能係一個長年累月嘅財政包袱。租置計劃原本係政府鼓勵公屋住戶置業嘅其中一條路。90年代末開始，部分舊公屋以折扣價出售俾原有租戶，希望佢哋可以用相對低嘅成本成為業主，一方面實現居者有其屋，另一方面亦可以釋放公屋單位，縮短輪候時間。當年唔少家庭都視租置單位為平價上車梯，有人成功買入之後再轉上私樓，被視為向上流動嘅典型故事。不過時移世易，年復一年，租置屋邨嘅樓齡越嚟越大，社會經濟環境又幾番轉變。喺最新一輪調查入邊，對象係各個租置屋邨現時嘅住戶，大部分受訪者都已經喺原邨住咗10年、20年甚至更耐。當被問到會唔會考慮買返自己住緊嗰個單位時，多數人都選擇搖頭。數字背後反映住戶幾重顧慮，排喺首位嘅原因非常直接，供唔起。約一半受訪租戶話，最大阻力係按揭供款負擔沉重，擔心一旦供樓，就會令本身已經好緊張嘅家庭開支進一步拉到盡。唔少人嘅月入只係2萬幾，甚至更少，要養小朋友、照顧父母、應付日常生活，已經所餘無幾。加上近年物價持續上升，基層家庭唔多唔少都感到壓力。喺呢個基礎之上，再加幾千蚊按揭，每個月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捱唔住。除咗供款本身，仲有另一層憂慮，就係收入唔穩。越嚟越多受訪者表示，自己做緊嘅工種，要麼係合約制，要麼屬於散工、自僱性質，冇長期穩定保障。有啲人會問，而家有工開，下年會點？如果公司縮皮裁員，按揭就會變成一條鎖鏈。喺呢種不確定之下，邏輯好簡單，唔好攬多一重長期承諾喺身，就係最好嘅風險管理。另一個顯著上升嘅原因係年紀。調查顯示，喺表示無意購買嘅租戶之中，近40%直言自己年紀大，唔想再背長按。好多租置屋邨住戶都已經踏入60-70歲，有啲甚至早已經退休。對佢哋嚟講，由租戶變做業主，唔再係一個圓夢嘅過程，而係要重新評估晚年生活保障。有住戶坦白講，後生時仲會諗上車就穩陣啲，遲啲可以留俾下一代。但而家人工又唔高，身體又唔係好似以前咁，真係唔敢亂咁簽份長按。另一位長者就話，而家每個月交嘅公屋租金我仲交得起，仲有少少錢買藥睇醫生。如果變咗供樓，日後萬一身體差咗，醫療開支多咗，真係唔知頂唔頂得順。對於唔少步入退休年齡嘅住戶嚟講，公屋所提供嘅唔單止係一個居住空間，仲係一種相對可預計、可負擔嘅生活模式。租金有機制、有上限，屋邨日常維修由房屋當局負責，遇到結構性問題，亦都唔需要住戶自行籌款。相反，一旦買樓之後，雖然表面上變成單位嘅擁有人，但每逢大維修、外牆翻新、喉管工程，隨時要共同承擔一筆唔少嘅費用。對經濟資源有限嘅長者而言，呢啲都係實實在在嘅風險。樓齡亦都係另一個揮之不去嘅考慮。好多租置屋邨喺80-90年代落成，樓齡動輒20-30年以上。廁所、喉管、升降機、走廊設計都反映出舊式公屋嘅年代特質。有居民直言，你叫我用幾十萬去買一層老樓，日後仲唔知要俾幾多錢整呢樣補嗰樣，我寧願繼續租。另一啲租戶就話，買新樓仲會諗有冇升值空間，但一講到租置舊樓升唔升值，其實未必係重點，反而係會唔會變成負資產同會唔會越住越舊。於是喺買同唔買之間，租置戶每日實際上都喺度做緊一場計算。
繼續做租戶，好處係清晰嘅，租金相對市價低，對收入有限嘅家庭相對友善。屋邨維修有制度保障，唔使一遇上維修工程就要四圍籌錢，就算突然失業，租金壓力都比按揭輕得多。可以透過申請援助或者安排爭取時間渡過難關。相反，變成業主本身亦有其吸引力。對於仍然有工作能力、收入較穩定嘅中年住戶嚟講，買入租置單位代表可以擁有一項實體資產，日後有需要時可以考慮出售、換樓，甚至留俾下一代。有啲家庭仍然希望透過呢一條路為仔女留低一個比較穩定嘅起點，不過呢一種想法越嚟越少見，原因就係今日嘅經濟環境同20年前已經唔一樣。換句話講，屋企嘅意義喺基層眼中不斷轉變。過去社會主流價值強調置業等於安穩，冇樓就好似企唔住腳。但係當樓價長期高企，工資追唔上生活成本，加上人口老化、工作不穩，越嚟越多人發現背一身按揭未必等於安全感，反而可能變成壓力來源。對租置戶嚟講，真正嘅安穩可能係每個月交得起租，病咗都仲有錢睇醫生，而唔係手上拎住一張樓契。喺政策層面，租置單位銷情放緩，亦都為政府帶嚟新難題。原本寄望透過出售租置單位逐步釋放更多資源，安排公屋重建或者調配，但係當越嚟越多現有住戶傾向長期租住，相關部署就難以單靠多做宣傳，稍為減價去扭轉。點樣平衡現有租戶嘅安全感同政策推動置業嘅方向，已經成為一個必須面對嘅問題。有意見認為，政府若果真心希望鼓勵合適嘅租置戶置業，可能需要更加針對性措施，例如為年長住戶提供更彈性嘅供款安排，或者設計針對低收入長者嘅特別按揭產品，減輕佢哋對長年期供款嘅憂慮。亦都有人提出，對於已經清楚表示無意購買嘅年老租戶，政策應該轉向重視安老而非出售，加強屋邨保養、社區支援，讓佢哋安心住到老，而唔係不斷向佢哋推銷置業。另一方面，亦都有人提醒，討論租置戶買唔買樓，唔應該只停留喺賣得出幾多單位呢種量化指標。每一個選擇唔買樓嘅決定背後，都係一個家庭對未來風險、健康、工作同子女前途嘅綜合評估。當越嚟越多家庭選擇維持公屋租住，而唔係搏一搏做業主，其實亦都反映咗社會對前景缺乏信心，覺得大環境唔容許自己冒太多險。有社會觀察指出，今日嘅租置戶好多都介乎仍然自立，但資源有限同需要支援之間，佢哋未必窮到要全面依賴福利，但亦冇足夠本錢去承受大型風險。喺呢一層意義上，佢哋係夾心基層長者，一邊係金融市場同樓市嘅風高浪急，另一邊係身體狀況同家庭責任，任何一邊有變化都足以打亂原有計劃。最終買與唔買變成唔單止係財務決定，亦係價值選擇。有住戶會問：如果買樓令我每日都要擔心供樓，仲算唔算改善生活？亦都有人反思，留一層樓俾下一代，係咪一定好過留一個經濟壓力較細嘅家庭環境俾佢哋？呢啲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係的確係越嚟越多家庭實際面對緊嘅兩難。當我哋行過一棟棟外牆褪色嘅租置屋邨，可能好難想象，每一扇鐵閘後面都有唔同家庭默默咁計住數，供款同租金之間差距有幾多，資產同壓力之間邊一樣更加重要？所謂安居，究竟係一張樓契，定係一種可以放心慢慢老去，唔使日日驚變嘅生活？